由G Power 激励运动社所举办的乐龄爱运动公益活动，由议员创全、陈丁以及和平里、建港里共同协办。会中伫专业教练的带领，用弹力绳作为工具，希望借此保持体力，进一步延缓老化，邀请长辈做回来运动。再次哦，往前。是用这里。好，那记得我们双脚打开。起来的时候不是用膝盖，是用你的肚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发抖的感觉。好，那我们脚坐下来，然后屁股去找椅子，身体侧过去，往后，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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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有没有看到你的屁股？哇，有这个感谢我们激励社哈，这个今天我们真的这位传领来的来做这个简单的运动其实要动才会要活也就要动动了才能健康所以而家感谢那大家做伙做伙来来激励社家今天来家拢这都是免费的跟讲就有上一条这种弹力带弹力带对老师那无乖这个点，是个点爱教安尼做运动老师那做伙来做运动。迎接超高龄社会议员李前总日顺的关心台南独居老人甲人口老化相关议题，希望透过社区类似的运动课程来鼓励长辈有闲的出来运动，保持健康。对独居老人来讲，嘛加一层的社会联系，重新感受邻里之间的温暖甲关心。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